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41個視頻，介紹演員唐嫣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，日時唐嫣1983年12月6日生於上海黃埔區，國家二級演員，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大學，係中國85後女演員中嘅代表人物。早年尾成為空姐嘅佢因體檢意外轉折人生，2001年獲舒雷世紀星仔總冠軍，踏入演藝圈。2004年俾張藝謀選中，成為奧運寶，亮相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中國8分鐘，初登國際舞台。2009年憑借仙劍奇俠傳3中女媧後人子圈1號爆紅，紫衣珠嘅經典造型奠定古裝女神地位，其演繹嘅三世虐戀成為仙俠劇標。2011年至2016年係佢收視巔峰期，下家3000金、何以生肖麥、錦繡未央等劇久破收視紀錄，64億播放量嘅何以生肖麥俾佢獲封10億女王。2016年動選金鷹女神憑錦繡未央斬獲華鼎獎最佳女主角，成為商台收視破億嘅首位白五花。2012年成立個人工作室，兼顧演員與製作人身份，拓展事業邊界。感情上與羅晉因戲結緣。2018年維也納完婚。2019年誕下一女後放緩宮節奏，等投家庭與事業。2023年佢憑借皇家執導嘅《繁花》中汪明珠1號實現演技沙圈，精準詮釋90年代上海職場女性嘅韌勁，斬獲2025年金貓紅座獎最佳女主角，成為第一位集齊4大主流獎提名攞獎嘅85後演員。從選美冠軍到奧運寶，從甜妹標籤到實派視后，唐嫣20年星途始終堅守熱愛，勇於突破，喺家庭與事業間穩到等頭，成為兼具國民度、獎認可與商業價值嘅全能藝人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唐嫣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